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第3届市议会第1次临时大会上午正式开议。在开议进前，市长黄伟哲先由一级主管陪同拜会议长郭信良，甲3大党团，双方将对房屋税等议题进行沟通，会当看出市长对新的议会展现上大的善意。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次临时会上午开议，市长黄伟哲提前率领各局处的一级主管来到议会，第一站先拜会议长郭信良，将对动涨房屋税专案报告双方先进行沟通，嘛说出善意甲诚意，希望透过议长的协调能力，顺利提起房屋税争议来解决。而且现在大家共同说，这个会当行也是对。对，需要你这个不要这个咱民进党也好，或者是国民党也在无党也好，拢希望这个共识，也是你的政策，也是大家的共识，就往这方面来完成。其实双方拜会进前，市长黄伟哲就先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动涨房屋税立场无变，就是要减轻市民的负担。我的立场当然是希望说减轻市民的负担，然后能够把房屋税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阶段的。所以说减政便民，减轻市民的负担，这点是一个出发点。但是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我想这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是一个合议制的，我们当然要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宣示市府的立场，而且要强力的主张。同时，在那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有2席议会的代表。所以我相信这2席议会的代表也会努力把议会各位议员的这个主张会带到那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里面。总之，我们希望说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大家能够提。那市府有市府的代表，我们一定是这样子的立场，动长的立场是不变的。好，那我们至于其他的这个诉求，我们当然要聆听这个议员先生女士们的高见，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随后，市长嘛分别前往无党联名以及民进党团甲国民党团的办公室，都来提出房屋税动涨甚至退税申请以外，也包括补助65岁以上老人的健保费等政策可行性，以及树立幼儿园公共化的检讨等等。人讲见面3分情，毕竟市长嘛是民代出身，一定爱甲所有议员拍好关系，才会当全力推动市政。台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第3届议会第1次临时大会上午登场，全新的府会关系嘛正式展开。议员特别锁定22号，市长将要针对房屋税做专案报告，提醒伊到时阵一定要兑现竞选的承诺。除了动起房屋税，阁要将过去2档超收的税款退还给台南市民。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摆临时会上午开议，这摆全新的议会甲生态，嘛互市府官员趁开议进前，甲议员互相交流，希望新的会期有好的府会关系。李郭信良嘛首次以议长的身份来主持会议，宣布这摆临时会正是因为24位议员提案，要求新的市长爱针对起房屋税争议来解套。会中这个议员就强烈要求22号的专案报告一定要有明确的做法来回应民意，兑现市长家己竞选的承诺。动涨，怎么样？过去超收的部分，怎么样来退税还民？我这一点是跟我们市长做一个良心的建议。这个里面是个报告，22号，我们希望把基本的资料要提供给议员，行了。那个标准单价也比桃园、台东可有较贵。台南市是唯一追溯，台南市的企业税不应该遐尼啊高。大家咧缴税啊。那如果是公平正义的话，看到偌少地去做行政立法，应该必须适用。涨幅要归
上有讲，比如郑地方说，你要在这一次的房屋税，如果你担起以后，你的房屋税会就涨会归零，不会再涨3%了。第二啊，你自己说2020年的房屋税讨论的减税方案里面，你必须要去落实啊。108年对这个部分要动涨的部分，怎么来执行，尽快的来做。第二，之后连续3年，到底要怎么来减税？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必然要来做的。第3点，大家一直非常在意的回溯的部分，怎么样来取消，怎么来处理？另外，因为台南日前发生严重的儿童虐待议案，引起全国瞩目，所以议员就来顶提案，要求市府买进行专案报告。对此，议长决定23号上午要求社会、警察、教育等相关局处来说明处理的状况以及后续的防治工作。最后，市长黄伟哲则对登记民意代表的角色转换，首次卡上质询台进行施政简报。会会排定22日进行房屋税专案报告，委则将向大会及市民报告是否研议方案，力求快速回应市民的诉求。其实人生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了啊！以前我也当过台南县议员，当过立法委员，其实都在底下的，就是在质询台。然后现在在被询台的时候，难免有一点紧张。我希望，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第一次，希望做得好。那当然，对今天第一次议会开临时会，心里面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期待的是说，议会开临时会，我们能够一起为市民的这个福利把关，一起有一些好的建言。又怕受伤害，是希望有点担心说，等一下场面不知道会变怎样哈。全新的府会，佮分别以其台做全民市长甲议长的黄伟哲、郭信良，然后伫市政建设顶面如何徛伫全民利益、全力提升，拢必须各界瞩目。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沙石啊是红门头甲真济工程的重要材料，不过为去年11月中旬开始，就出现供应不足甲起价状况。除了互因建业者的成本提悬以外，也造成公共工程延宕，甚至可能影响工程的品质。所以议员陈坤豪特别邀请工务局甲业者举办座谈会，希望做伙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沙石啊，作为工程的重要原料，但近期所传出供应不足，造成南部的南麦矿供料大幅度来减少，甚至部分的工程有出现断料的状况。这嘛造成市府外包的公共工程进度来 delay， 甚至会影响到工程的品质。对此，业者向着议员陈坤豪来တင်情，希望会当协助处理公共工程当中违反合约问题。砂石短缺。工料断货的问题造成咱合约上的这个损失我咧想大项的这个物条的部分是不是会当做补偿甲补贴？这个是较实际的问题。因为目前不只说缺料，而且相当的缺工嘛，对不对？你契约的规定，你的工期是那么严苛。今年若无去讨这个问题，我我你有几个同学大家做讲，我进去人家不了甚至无，大家拢停工啊。无了，我控咧另外品质，受因为是啥物负责？若这停工了的甚至全停工咧，这个工是要算啥的？我若唔停工，我对他讲，我叫3更4更，然后空着空咧，另这品质啥物负责？议员陈坤豪也伫18号上午邀请到工务局举办座谈会，期待工务局会当针对着原物料介绍甲公共工程，因为安尼来延迟等等的问题做出协助。以我们台南市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呢，今天我们砂石业的一个供应不足，导致我们的营造业、建筑业的共同关切。那今天我们请公务局局长呢，带领团队呢来这边呢，为我们做一些解决方案的讨论。那很感谢我们公务局，我们台南市政府这边有实施善意，希望呢在元月26号之前呢，我们来讨论呢，先就我们公共工程呢延期导致于违约责任的一个解决。然后呢，接续呢，再导致讨论呢物料上涨呢所造成我们的业者的负担的时候，那要怎么来做一些补贴的方案？
印条的方面，我感觉阮会来研究，会来参考92年迄种更进迄个方式吼，阮来研究来报工程费。因为这边吼，我头仔问起来，砂石料短缺好像不是全国性。我惊吼，伊工程费无一定要处理，所以阮来主动吼来处理的。啊，工期的方面吼，所以阮头仔副局长有讲，其实工期是真晚的物件。首先当然阮爱去看讲原来合约吼，大概，前也他有讲过，还是在原则上还是在法令范围之内。其实原来合约吼，本来伊的大概有几项规定。啊，啥物会当追加工期，追加工期。首先，阮当然要来看讲，对一条会当适用，应该工期追加是合理的。咱若要讲开始，看拢袂定甲遐死讲，啊，你这袂当追加工期啊。这个吼，阮来看合约的条款。啊，有可能要甲定甲一个讲吼，明确讲按照计算吼，可能嘛无简单啦。不过阮嘛是尝试看看，尝试看看。即马台南市政府的公共工程标案，也是全台湾上界济县市之一。即届状况要更加注意。业者表示，面对着原物料甲人工的起价，业者只要负担得起，拢会自行吸收。但是若无合理或者是联合起价，就希望政府会当提出公权力来处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的谢良介，17号下晡前往台南市选委会完成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登记。谢良介承诺，参选的目的是要帮农渔民找出路，争取更加侪外销中国大陆的订单。国民党征召参选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谢良介，17号下午伫个市党部成员甲议员彭一峰、罗坤福的陪同。前往台南市选委会登记，谢良介表示，台南10几年来连续3届立委拢是民进党籍，民进党因为意识形态无愿意甲中国来接触，这届参选主要就是要替农渔民来找出路，争取更侪外销中国的订单。这次他们很诚恳的找我，那我也答应，只要在8个月内，这一次的任期选完大概是8个多月。如果我没有办法为农民渔民打开一条活路，争取到更多的订单，因为有了订单，才有办法做计划性的生产。他们每年不知道他种了水果谁要买，每年不知道他养活捞上来的鱼谁要帮他采购，所以不知道每年有没有固定的收入。我们听到这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都在滴血。过去我没有在这个选区经营。可是现在我听到他们这么讲，我觉得很荒谬。在这个选区经营的立法委员能够当上市长，所以我们也希望市长要有一个新态度。如果你在坚持台湾要独立，那货永远卖不出去。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我跟农民渔民的承诺，就是我当选以后，在这个任期结束以前，我没有帮他们打出一条活路。那一样，我会辞掉这个职务，因为表示我没有能力为农民渔民找出一条让他们过幸福快乐的道路。谢良介表示，虽然台南市立委第2选区一直是绿大于蓝，不过在完成登记参选以后，在未来2个月竞选期间，将成立基站，只要农渔民邀请伊拢愿意行脚到来听取民意，而且在过年期间嘛无歇困，将全力投入选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为了让更较侪民众认识日本藤枝市，18号上午，该市的产业振兴部等单位带领民间的业者来到台南的百货公司举办物产展览，包括茶叶、香菇、甲工艺品等等，欢迎民众20号进前前往参观。一向日本米，咱台南的民众接受度拢真悬，嘛，和日本藤枝市差不多一档拢一摆选择甲大运动百货合作办理当地物产展览。其中上界出名就是联合当地6间茶商所推出的藤枝茶，会中因着特别展示各种无同品种的有机茶粉，用回甘的高品质，希望吸引民众来交关。我们这次带来了日本藤枝市，只有我们这里才会有的那个品种叫藤枝香，欢迎你们来这里那个试喝看看。这个茶有特别的香味道。我们的那个茶是有机的、天然，对身体好，很健康的。另外，当地历史悠久的香菇业者，嘛将因伫深山原木栽种、完全无农药的白香菇，以代票1公斤2000块到4、5000块拢有的等级，要甲民众分享台湾食袂到的香菇味。大家好，我们是从静冈来的这个公司香菇公司丸金，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介绍日本的干香菇给台湾的消费者。这个日本的干香菇呢，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经过检证过，非常健康、非常营养的一个食品。那希望呢，台湾的消费者们能够选购我们这个日本的干香菇。那我们这次来也提供了非常实惠的价钱给大家，这样子。好，感谢大家。另外，物产展览当中，也有将钛这项运用伫航空甲赛车顶面的材质，第一摆倒伫玻璃杯的专业技术，业者表示会当去除水的杂质，完全袂有细菌。而遮尔侪丰富多元的物产，嘛成为台湾甲日本经济文化交流上好的机会。那我们台南市官方呢，向来跟那个藤枝市有非常友善的交流。但在过去几年呢，除了官方的互相拜会之外，他们的媒体也曾经来到我们台南取材。那我相信借由这一次的物产活动呢，可以加深台南市民呢对金刚县藤枝市的认识。那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呢，我们的台南呢到了藤枝市的时候呢，两地的市民呢可以互相更认识，物产交流能够更丰盛蓬勃这个样子。遮尔侪丰富多元的物产，嘛欢迎民众把握伫1月20号进前前来体验。新年快乐！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原新城每一档拢会举办年会大街，今年不但扩大举办，社区的主委佮结合国军办理招募优秀人才。希望在快乐的年节活动当中，也当为国家尽一份心力。中营新城18号开始举办年货大街活动，伫咧社区主委王家凤的积极办理之下，邀请了市员柯志春以及国军后备指挥部的代表做伙来剪彩，庆祝年货大街活动会当热烈又佮顺利，希望吸引较侪买气。今年是我们长荣新城社区1年1度的年货大街。那我们这次举办的时间是在1月18号到20号，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这一次的活动。那往年我们大概只有少数的厂商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年货大街的活动，但今年我们不但增加到30桌摊的厂商来参与，我们今年更结合了国军的招募人才活动，一起来办这个年货大街，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快乐欢愉之外，我们也为国家招募的工作能够尽一份心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共同参与，谢谢。中营新城的年货大街有真侪贯村的美食伫遮开卖，也吸引了社区内底住户前来挑选。遮所卖物件不但价小俗，而且用料实在，甚至也有结合即马上街时行手机付费的方式。多元化来吸引大家做伙踅年货大街，做伙欢喜来迎接新的一冬。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经过2单元协调，体育总会争取到第6届亚洲大学卡球锦标赛伫台南市举办。
虽然比赛是伫9月份举行，不过18号下晡也先进行日本、台湾甲韩国的热身赛，将会举办连续3天。即马就先来看台湾对日本比赛状况。过去台湾被认为是真少人接触骹球的所在，但台南体育总会为着要让台湾的选手会当甲更较侪外国的选手来比赛，在积极争取之下，总算得到第6届亚洲大学骹球锦标赛的举办权。这届比赛将伫9月份来进行，即马也先来举办着日本、韩国、台湾的热身赛。18号下午，由着日本甲台湾来进行着第1场的比赛。比赛伫咧市场开球了后正式开始，现场嘛来了国内外观众欣赏比赛，嘛有嘉义、新港各中的骹球队归队带过来看比赛学经验。因为我们南台湾比较少有这种比较国际性的比赛，刚好知道说有一个中日韩的那个大学的足球邀请赛，所以像我们今天刚好在期末考，中午刚好考完的时候就想说带学生过来看一看这一些比较有水准的比赛这样子所以学校就雇了游览车让我们过来看这样。我觉得这次的比赛对我们来讲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然后外国的球队都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这届比赛场地伫咧台南田径场甲永华骹球场，每一场厝拢有发出1200张的门票，也佫有摸彩券。想要前往看比赛的朋友，会当到体育总会的办公室免费索票。欢迎大家做伙来为选手加油。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主席基金会协助台南市的安顺、龙岗、大港、太空国小近4间学校，兴建总共28间的简约教室。18号举办简单隆重的启用仪式，帮助这学校伫汰换老旧校舍的过程当中，学生会当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空间。目前，台南市政府已经得到中央的经费补助，要来替换台南市老旧的校舍。但伫咧替换过程，学生要伫对学习，就成为头疼的问题。主席基金会因此捐赠了28间的简易教室，予安顺国小、龙岗国小、大江国小、甲太康国小这4间学校，希望予学生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他知不知道我从身上，从我的西装到裤子到鞋子，全部是回收的保特瓶，反向工程来做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救灾的东西，也都是，其实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树木，大省刚刚这个树木也是环保回收的一个这样环保的建材。那这个东西呢，我们都是循环在利用，所以虽然它不是新的，是用过的，但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份对大地的爱，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爱一直延续下去。市府也非常感谢主席基金会安尼无私的帮助，并表示会量早来完成老旧校舍重建工程。那这次我们这个仪式呢，除了感恩之外，我也要代表我们学校还有市府市长，为这些捐助的人呢表示感谢了哈，让我们学生可以在新校舍重建的过程里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空间。等到新的黄舍建好了之后那这些旧的这些原建的建筑物可以继续传来给其他的学校。这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努力更相应。这寡简易教室用上界高顶的树木材料所做，厝顶嘛采用3层隔热的方式。而且这寡材料拢是真环保，会当重复来使用。未来这寡教室若完成着阶段性的任务，嘛会当回收再利用。台南新闻网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9度到25度，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